有钱，有钱，有钱，有钱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r。哎，大家出門睇我呀，到今日做運動到睇旅遊，踩到大地雷。哎，故手今日哦，就提朋友上到旅遊知識的專家來老大家分享。歡迎小吳吳宗翰。嗨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吳宗翰，小吳。哦，這個吳宗翰哈，有懂豐富跟旅遊節目的主持經驗，韓國啊外景節目也參加很多。故說哈，出門在外的旅遊美感啊，這幾嘿都真的最高。哎，你喺邊乜嘅東西啊？唔係講懂三嘿。唔講一個啊？嘿呀嘿呀。好啦，今天哦，我就來教你要如何避免地雷手勢，出門在外凡事要小心啦。哦，好啊。來賓出題 ，YouTube 來看是不是地雷手勢？唐超甲接受，只上一集。哎，安尼就歹勢啊哈，你掉1分啦。好啦，人家老你講哦，你看哦，一個意思哦，對你來講好像是說很棒、很讚的意思，對不對？但你知道，如果你在中東國家，你要非常的小心哦。他們那邊哦，男生的權力很大哦。你這樣比哦，是在說你不是個男人啊。你想想看，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？所以啊，出門在外凡事要小心。好啦，那爹。好啦，再公布你100幾分哦。第二題，這什麼意思？要聽啊弟。這是勝利的意思。這個啊哦，就是我們知道的 victory，就是勝利的意思。那變過來呢？反過來，其實哦，你就是在羞辱人呢。如果你去英國跟人家比這個，其實跟這個挑釁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啦，知道嗎？要小心。那這樣有土博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又11分了。來。中安 Ken 哦，好啦，來，我摸摸頭哈，摸摸頭。有土博啊，我都給你一次機會了，但是你沒有發現，其實我摸你頭也是地雷手勢哦。那你摸起來有沒有很舒服？有一點點。是啊，可是還是要小心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去泰國啊，或是印度啊，頭不能亂摸觀眾朋友啊，然後你講哦，這個很重要哦。在印度跟泰國摸頭是很不禮貌的行為，你不要看那小孩子很可愛去摸人家頭，人家會生氣哦。跟你不能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再打你一次頭啦，對吧？來，多打我一下不可以。那你知道握手要用哪一隻手才禮貌嗎？當然是右手啊。好，來握手。好啊，來。你怎麼這樣啊？你輸了，導播，快把我飛出去！他作弊啊！他作弊啊！有的吧？唔見鐵咧，總算有錢耶！觀眾朋友，大家下次見，拜拜。